培养出似风油，叫人平准下富境，无忧愁，无烦恼，金家三秋的时阵，三季末行已来临。培养情，真声明，叫人轻生活尊定，无奢侈，无魔力，金光无比的花心规身光明彼安宁。培养准把风度，导人定欢到菩提，无忧愁，无怨恨，修行用心见其功。莲花三花相提。